永康林小寶殿武良宮繼前總統馬英九在民國102年甲變了後，今年再由現任總統賴清德致敬保境遊民的變仔，展現國家領導人對着地方信仰文化的重視，也彰顯台南清教宗教底蘊。4月70下午2點啊，咱的賴總統會親臨來咱面坐一塊迄個九龍的聖匾以示這個保境佑民啊，顧名思義，就是咱龍大天尊啊，咱玄武上帝啊，會當人保衛咱的國土，庇佑所有的子民，所有的百姓，所以啊，這個咱這邊儀式有算這個教場啊，幾千個人這同一時間這邊了後咱廟方啊，會請上這個人講的相當的榮幸啊，會當邀請總統來所以咱廟方有準備，咱玉皇大天尊玄武上帝所加持的馬到成功的紀念金幣每一位信徒來參加的人，攏會當人摕到伊枚安尼。主委王大明強調，這次甲變保境遊民，不僅代表生命庇佑，更承載着台南歷經災難後持續向前的韌性甲希望。未來也將持續結合宗教文化、社區公益關懷，打造更加安定祥和的生活環境。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